我们请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让我们翻开圣经，诗篇第19篇，在旧约圣经的553页。大家翻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用起印的方式来阅读这一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日到那日出发言语，无言无语，他的声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谁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最后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悦纳。公祷，我们一起为社会、世界来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让我们持续为福音的广传祷告，也为我们自己有良好的见证祷告，让别人透过我们能更认识你。我们也为永康卫理堂的石牧师祷告，求主亲自带领他，更有你属天而来的智慧，能带领会众，使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也为我们台湾行政首长及各级官员祷告，求上帝赐给他们聪明智慧，
赐福给台湾人民。我们也为本堂在外地念书的学子祷告，求主能够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为主所用，在学业上跟生活上都有更美好的见证。让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请。愿的国降临，愿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道理，接下来我们请贺兆鼎弟兄为我们来读经。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经文第一处在旧约圣经第74页，旧约74页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20章，1到4节，7到9节，12节到20节，出埃及记20章1到4节，7到9节，12到20节。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帝下地、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第7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12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第二处在新约218页，新约218页，腓立比书3章4节后段到14节，腓立比书3章4节后段到14节。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以上是今日的经文。接下来由我来攻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21章33到34节，在新约圣经的第26页。马太福音21章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他们说的。他们想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以他为先知。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献诗。
谢谢诗班的献诗，愿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接下来我们请本堂蔡伟文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题目是拒绝与接受。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一起见面。原本我有一个玩具是要放在这个口袋上面，耳挂式的麦克风，但是刚刚大家应该有听到麦克风声音怪怪的，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刚刚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传道人是什么？传道人就是上帝的麦克风。如果传道人是上帝的麦克风，麦克风万一坏掉了，出别的声音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他没有忠实的照着上帝所说的传递出去。所以传道人要常常提醒自己，是我讲的话或是我所说的，我有没有忠实的照着上帝所告诉我的能够传递出去。如果增加别的声音，如果增加别的东西，那表示它就是坏掉的东西。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看到，我们也需要常常做这样的见证。基督徒是耶稣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出去外面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做的见证不是耶稣的，是别的东西，那可能我们也是一个坏掉的麦克风。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珍惜上帝给我们有话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话语跟生命。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真啊！但是给我们的弟兄们一个好的勉励。有一个太太，她跟她的先生讲说：“老公，为什么我每次穿衣服你都要说我穿得很漂亮、很好看呢？”她的老公就跟她说：“因为我如果说你穿得不好看，你就会去买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希望太太省钱一点，常常赞美你的太太穿的是漂亮的，你的太太穿着很好看，让她不要再去买新的啊！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祝福我们，他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圣经的祷文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每一次的第一周我们都会有就是圣餐礼拜，每个月的第一周。那当然我们也会有吹角队在这边吹角。很多人不晓得吹角队他们的一个用意，其实它是招聚百姓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以色列人他们有3大节日，跟华人一样有3大节日，而且时间都很相近。以色列人的3大节日叫做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住棚节。我们台湾有3大的节日，叫做旧历新年，还有端午节，还有中秋节。所以我们有3个大节日。以色列人他们也有3个节日，所以当他们要招聚会众要来到圣殿中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会吹角吹号，招聚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殿中要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号角吹号的时候，也要预备我们的心来就近到主的面前。这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就近他。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的角声吹角队他们的服事，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记得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朝见主，也透过我们的这些诗班的服事，让我们能够来看到上帝透过这些的诗班的唱诗献唱，让我们能够跟天使一起同声来敬拜上帝。当然我相信有很多人对教会里面的这些的程序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教会里面出入很久的时间。但是各位知道，在圣经里面保罗曾经提到有一种人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各位知道属肉体的基督徒它里面讲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保罗讲了3种人物，他说一种叫做属血气的，一种叫属肉体的，另外一种叫属灵的。那当然属灵的我们比较知道，属灵的就是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的人，那叫属灵的基督徒。属血气的就是还没有认识上帝的，这些人叫做属血气的。但是里面有一种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各位知道属肉体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有没有听过叫做吃奶的婴孩？
常常我们会听到有一些基督徒叫做吃奶的婴孩，对不对？好，那我要请大家看一下哈，我们当中会不会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就是那个吃奶的婴孩？很多人会说，牧师，你讲这些东西是不是你在特定指某些人？千万不要误会啊，牧师没有特定要指某些人，我没有拿讲台当炮台，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但是讲这些话，我也不希望做一个很矫情的事情，就是说啊，我们当中都没有人有这样的事情，牧师只是讲讲而已。我不是讲这个，我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那个吃奶的婴孩？请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婴儿巨婴啊，好。你知道，有时候很多时候，牧师要常常去面对一些弟兄姐妹要做一个事情，就是，今天牧师没有跟我打招呼。你知道，有时候牧师可能是我只有一个人，然后我们将近150个人都在这个地方，我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很周到的去跟大家打招呼。所以，如果牧师不小心没有注意到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牧师疏你没有啊。但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个事情是。不是要牧师跟你打招呼才叫做你是一个重要的人，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有没有来到教会里，你有没有来崇拜当中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崇拜，你有没有跟别人打招呼，而不是你在乎牧师有没有跟你打招呼。第二个，刚刚提到了啊，牧师今天的讲道一定是针对我的，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刚刚一直强调，牧师没有针对谁做讲道的内容，因为我们的讲道都是按照经课。包括我们所念的这些的经文，都是按照教会的经课、年历经课，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是在针对某一个人或是哪些人，所以千万不要误会。但是如果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让你觉得扎心的时候，你要像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那些人一样，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该怎么做？”或者是告诉你的牧师说：“那我弟兄我应该怎么行？”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的话扎我们的心的时候，让我们不是拒绝的，而是能够领受的。第三个就是，牧师最近没有来我家探访，我也很希望能够尽量能够到每一个人的家庭去探访，但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不是要别人来我家探访才是我是一个重要的 VIP， 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请我们能够有力量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去关注、注意到有需要的人，因为有需要的人非常多，所以牧师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面面俱到的。如果你愿意帮助，请你来帮助牧师来探访。我最近听到有一个姐妹相当的窝心她知道教会里有一位姐妹，她在这个收入上并不多，所以她每个礼拜她都会去买一些菜，特别送到另外这个姐妹的家来送给这个经济上、能力上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姐妹。所以爱心不是只有嘴巴讲的，爱心应当是实际上的行动。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实际上的行动。如果牧师没有去探访你，请你不要怪罪牧师啊！如果有时间，我一定会去。但是如果你能够去探访别人，那请你也能够站起来去帮助牧师去探访有需要的人。愿上帝来帮助。好，还有，哇，这个机器怪怪的，他不听话了。好。对不起，来往前好，等一下。好，这里说我没有被选上，为什么我没有被选上？很多人会喜欢，我在教会里面要拥有一个位置，或是要拥有一个角色。如果今天我没有被选上那个位置，比如说，我没有被选上当执事，或是我没有被选上当小组长，或是我没有被选上当什么样的任务的时候，我就开始不高兴了。上帝怜悯我们，能够被上帝拣选是好的，但是如果没有被选到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觉得你很沮丧、你很糟糕、你很差，并不是这样。上帝给我们有机会侍奉跟服侍，但是我们也有机会能够去支持跟帮助服侍的人。在圣公会有一个祷文这样说，他说：“求上帝拣选我，让我站在适当的位置上来服侍。但是如果有比我更适合的人，求上帝使用这个人，让我能够站在一边来支持他。”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也许你可能觉得我没有被选上，但是你可以成为支持别人的人，你可以仍然在这样的位置上，在这样的位分上来帮助有这样位分的人，让他可以做得更好。求上帝来怜悯，让我们能够知道，虽然没有被选上，不是上帝不喜欢我们，而是上帝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来学习，并且来帮助那些正在服侍当中的人。所以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跟帮助。
今天这个怪怪的。好，下一页。好，我的位置被人家坐走了啊。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这样，我们的位置被人家坐走了，为什么可以这样啊？为什么他可以坐我的位置？为什么他可以坐在那个角色上？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常常说，在教会里面，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也许你可能曾经在一个好的位置上，你可能曾经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地位上面。当别人换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些的更换，让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可以被发挥，能够被拣选，能够被上帝来使用，这是好的。让别人可以有机会能够来服侍，让我们都能够有机会能够在这些的位置上来荣耀上帝。好，再来就是我是资深的会友，应该要听我的。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常常会有叫做资深排行榜，我是什么哪一年进来的？你是哪一年进来的？我曾经记得有一次我去到这个我的母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进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就来跟我讲，他说他是某某年进来到教会里的，然后你是哪一年进来的？然后那种感觉是让人家觉得是好像我们是被排斥的，或是我们好像是比较之前的，好像是不应该讲话的。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人叫做比谁高或是比谁大。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叫做弟兄姐妹，所以并没有说哪一个人资深，你就是可以叫做比较资深的人，我就讲话比较大声，并没有。如果你要讲话大声，那么在教会里，伟大的要做最小的，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我最近常常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干事，因为最近正在补假，所以有时候他常常会休假在家里面。可是各位知道，如果干事不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找东西，或是我们要运作一些事情的时候，很困难。为什么？因为干事是执行教会工作事务的人，如果今天他不在的时候，很多事情可能就停摆跟不能用了。所以我们需要看到，在教会里面，为大的反而是最小的，为首的反而是众人的仆人。你能够服侍人，这个地方更不能够缺少你。我们能够来服侍众人的时候，就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来成为一个谦卑的领导者，能够来帮助人，让人能够得造就、得帮助。然后最后这个也是可能蛮刺激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教会叫做免费的补助，或是帮助我们有一些参与一些活动。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教会的活动都是免费的，你能够享受免费的，那是恩典。是有人帮你付出了，是有人帮你负责了，所以千万不要觉得不用付钱的东西是正常的，没有付钱的东西才是不正常的，因为那是表示有人愿意为你付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常常问说，为什么教会没有补助我？为什么教会没有给我一些帮助？为什么教会没有让我能够参加这个活动，给我一些补足这些费用？这些不是我们应该的，而是我们如果能够有，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透过某些人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所以千万不要把恩典当作是正常跟应该。正常跟应该是我们不配，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些帮助，但是上帝透过某些爱心的人来帮助我们跟补足我们。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教会每一些所有的活动都是免费的，教会所有的活动都是有代价的，然而有人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应当珍惜在教会当中免费的一些活动，因为这些都是有人为你付上的代价。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内容相当的精彩，里面的内容提到一个凶杀案，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个故事是一个相当让人惊骇的，但是它却是在形容我们在信仰历程当中，有些人他是拒绝或是接受上帝的话语。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典型的犹太人的庄园。所谓的庄园，就是犹太人过去有钱的人，他们自己会种葡萄园。那每一个家庭其实都自己可能都会有一些果树，自己会种。但是能够有一个园子里面都是种葡萄的，表示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这个有钱的人，他可能不止一个庄园，他可能有好几个庄园。所以这里提到经文里面提到说，这个园主他把他的这个园子里面的东西交给佃户之后，他就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他也许去别的庄园里面，也许去别的地方办事情，但是他把他的这些的园子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的佃户，交给他的园户。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里面所提到的一个背景。
33节的地方，这里提到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些经文，一起念来。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这个园户他可能在国外也有资产，所以他先把这些的园子里面的东西交给他的园户，让他们能够来继续的种植，继续的栽种。各位如果知道在中东那边的地方的话，他们的酒是比水便宜的。各位知道酒比水便宜那种场景是什么吗？因为他们的水很少，沙漠地区水很少，所以他们有时候喝的东西不一定是水，他们可能会喝酒。所以各位知道为什么圣餐的时候用那个葡萄汁，其实他们是用葡萄酒，酒是比水便宜的，在他们的当地的地方，所以葡萄是他们的一个经济的作物。这个园主他卖他的葡萄，然后来赚取这些的金钱，然后盖了园子，然后继续的来经营他的工作。所以当他经营这些的内容的时候，他要往国外去继续做他的这样的事业的时候，他把这一切的东西都交给了他的园户。然而各位如果看圣经里面的故事的脉络是，这些的园户他们本来应该是要交租要交税的，他们种完了之后，他们应该要把这些的东西完完全全的交给他的主人，或者是主人他们可能有一些制度是让这些的园户他们可以有一些收获，但是他们必须要忠心的来在他的园子里面工作。然而这些的园户他们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这些园户他们做一件事情，35节我们来念一下3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来。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的园户他们并不是忠心的去把他们的园子弄好之后，然后交租给他的这个包租公，交租给他的园主。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园主差了仆人来的时候，他们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一个。对他们来说，抢夺园主的所有的财物才是他们的目的。各位有听过在台语有一句话讲叫做“戏边卡卡固狼黑”，有没有？这个园子这些园户他们说，这个地方我站久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当上帝托付我们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反而把这一切当作这是我的。创世纪第1章里面提到什么？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说要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把管理的权交给了人类，可是人类有没有把这个管理的权好好的去使用它？有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去好好的尽那个管理的权，我们反而以为我们自己拥有这一切。各位最近如果有看到有一些短片，或是 YouTube 里面常常会给我们有一些提醒，我们所使用的塑胶、塑料的东西造成海洋很大的污染，然后我们居然是好像没有觉得有任何的羞愧，好像没有觉得我们对上帝所托付我们管理的这个环境没有任何的责任一样，我们继续的每天使用一些叫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东西。上帝给我们的是管理权，但是不是拥有权。真正拥有权在上帝的手中，然而我们却没有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好的管理者。所以当这些园户把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的时候，当然主人的心并不是认为说他们就是坏人，主人并没有一下子就认定他们是坏人，他仍然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差更多的人来去到那个园子里面。然而这些的佃户他们并没有尊重主人所差来的，他说主人又打发别人仆人去，比先前更多，然而园主还是照样的对待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呢，当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去看到一个事情，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或听到那样的场景跟内容，是上帝差派他的先知，上帝差派他的传道人，上帝差派他的这些的仆人去劝醒以色列人，去劝醒当时的人，然而他们却一点也不悔改，他们却一点也不愿意去改变，他们还是依然的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园户、这些帮主人去耕种的这些人，他们理当要为他的主人负责任的。然而，他们现在却是要成为占据这个产业的主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人不愿意让上帝来管理，当人不愿意让上帝来掌管的时候，人自己把自己当上帝的时候，人往往就把自己抬高了，变成这一切都是我的。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各位知道有一个圣经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有一个国王，是一个巴比伦王，这个人叫尼布甲尼撒。各位知道这个国王知道吗？有些人好像不太知道，请大家要记得要去上成人主日学啊。尼布甲尼撒王，刚好但以理书，对不对？太好了。尼布甲尼撒王，他曾经，各位如果知道过去的古代的7大奇迹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空中花园，知道吗？在古代的各个帝国里面，能够造出这种空中花园，是一个非常富有跟强盛的国家才有办法可以做到的。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当他走在他的空中花园的时候，他看到所有的一切。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这一切所有都是我的，天下是我打下来的。他觉得他好像是上帝一样。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尼布甲尼撒王当他走在空中花园的时候，他最后被上帝做一个击打，就是他后来精神病发作了。他后来没有办法很正常的设理他的国政，上帝透过一个精神上的问题，让他反而变成是他一无所有，他甚至没有办法去执掌他的国权。亲爱的弟兄姐妹，骄傲让人变成自己好像上帝一样，好像我们可以取代上帝做很多的事情。所以自私是什么？自私是所有积极犯罪的根源。人把自己当上帝了，人觉得我自己可以掌管这一切，人觉得自己好像跟上帝一样高了，我可以掌管所有的一切了。这是自私，是我们只寻求自己的意思，寻求自己的好处。这些佃户他们认为说，把这个主人的这些产业，我们把它收过来就好了，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当然，所有权还是在那个原主的手上，这些人是不可能去做这些事情的。各位如果看圣经的脉络，就是这些仆人他们无功而返之后，主人还是不死心的，他还拆了谁下来？他把他的儿子拆下来。所以38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38节，我们一起念一下38节，一起念来。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看过连续剧吗？有看过韩剧吗？打狗血的那个场景，这个跟韩剧好像好类似。最近我跟我们家太太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寄生上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它里面讲的是什么？那一些叫做本来不应该在那样的一个阶层里面的人，他们透过一些的方式去进入到上层社会里面，然后去把别人的产业占为己有，好像认为这个东西是我的。所以这些园户他们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他们想要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主人的儿子杀了，这样没有人继承产业，这个产业就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到这个脉络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然而当这些的园户要把他杀了之后，他们说这一切都是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我不晓得我们自己心里面会不会有那种感受，就是今天这个主人他很放心的，他很有信心的，他愿意把他的产业交给这些他的园户来管理，然而这些园户却是不尊重他的，甚至把他的儿子给杀了。上帝把他所创造的一切交给人来管理，然而人不但是拒绝了上帝的恩典，而且甚至把他的儿子，把耶稣基督给杀死杀害，拒绝上帝来到他的世界，来到这个地方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如果我们能够拿这个来做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拒绝上帝，不接受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些园户、这些佃户一样，我们是把神的儿子给杀了，我们想要自己占有这些的产业。
霍尔森这个牧师他说，当上帝不存在，还有什么事不能做？犯罪就成为无可避免的事实。所以当你拒绝上帝的时候，当你不再有上帝住在你心里面，当你不让上帝掌权跟掌管的时候，当上帝不存在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甚至犯罪都变成是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世代里面最大的邪恶是什么？最大的邪恶就是人把自己当上帝了，人把自己当作我就是上帝。各位，包括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父母亲也把自己当上帝，决定自己的孩子的生死，决定我的孩子要走什么样的路，决定我的孩子要怎么走。有时候我们也把自己当上帝，我们甚至常常把自己当上帝，是决定别人的生死，决定别人要怎么走，决定别人要怎么做。我们常常当作上帝是不存在，而我就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怜悯我们。人的犯罪就是从他自己想要当上帝开始。当人觉得我自己想要当上帝了，所有的东西都要照着我的管理，照着我的方式来走的时候，当人把上帝当作不存在的时候，罪就成为一个无可避免的状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9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39节的经文，一起念来。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凶杀案如果拍成一部剧，可能大家会觉得那是一个相当让人更难受、更不好受的事情。然而耶稣讲这个话，对当时听他话语的人来说，那个是一个直接的冲击，因为当时耶稣对的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他们讲这些的内容。他们是拥有上帝所祝福的，拥有上帝给他们很多的美好，然而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儿子，他们不愿意接受上帝来管理，他们把自己当作上帝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很久的时间的人，我们会不会也把自己当成像这样的人一样？也许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拥有权利，我拥有很多可以决定的别人的生杀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把上帝的儿子给杀了？我们拒绝让上帝的儿子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贪恋是使人进入永远的灭亡，并且将天堂的门关上了。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知道，当我们人在贪心贪婪的时候，把这一切当作是自己的时候，是我们在拒绝上帝的时候。这里有一段经文是我们比较难解的，很多人会认为说，这里到底在讲的是什么？诗篇118篇里面22到23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把他自己当作这一块房角石，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那个匠人指的就是这些拥有圣经的解释权，这些拥有在宗教上面极高的位置的人，这些在众人当中被人尊崇好像是宗教老师的这些人，他们所厌弃。耶稣说他就像那个被弃掉的房角石，被弃掉的石头，他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说这在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所以耶稣就成为那个圣殿的房角石。各位如果看这个照片，这个是在考古的当中挖掘到古圣殿的一个房角石的地方，那是一块很大的石头。各位如果看下面那个很大一块的那个，就是房角石。房子要盖的时候，它要有一块房角石安在那个地方，后面所有的砖头石头就跟着这个房角石来安置。所以那个是一个房角石，对匠人来说，这个可能是一块不太好看，或者是不太喜欢，或者是不太被重用的石头。然而这一块石头却成为那个圣殿的房角石。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这块石头不好看，也许这块石头很丑，也许这块石头不好用，然而耶稣说，它就是那一块房角的石头。要建造圣殿，必须要先从这块房角的石头开始。如果没有让耶稣做那个房角的石头，没有让耶稣做基础，人所做的一切都会不稳定，人所做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人所做的一切都可能会垮掉的。这个圣殿的墙面到现在还没有垮掉，还没有毁坏，是因为这块房角石是稳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让那个房角石，让耶稣做你的心里面圣殿的房角石？还是你也是把它丢掉了，把耶稣丢掉了，我自己来经营跟建造我自己的东西？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耶稣就是那块房角石，所以这些被文士法利赛人或是被这些宗教领袖所厌弃的耶稣，他却成为圣殿的基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我们人去建造那些的房子，或是人去建造我们自己的一个建筑，或者是我们去建造我们自己的一个产业。如果不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房角石，如果不让耶稣来做主，不让耶稣来做我们的基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将会是空的，都将会是毁坏的。所以匠人所砌的石头，到现在它依然坚立在那个地方，成为圣殿的那个墙面的房角的石头，它仍然是稳固的。所以基督徒的素质是比基督徒的人数更重要。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当久了，我们反而拒绝耶稣了，我们不让耶稣来管理，不让耶稣来掌管，我们不让神来掌管在我们的当中。求上帝怜悯我们，不是要我们的教堂盖得多漂亮，不是要我们的产业有多少，有多美好的资源。基督徒的素质是比人数要更加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43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念来。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要把这些产业从这些人身上夺去，要赐给那个愿意结果子的百姓。各位如果看这段经文的上一段的内容，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什么？这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拒绝了耶稣，但是这些的税吏、这些的妓女、这些的叫做人所看为不好的、人所认为不好的这些的人，他们却接受了耶稣，而且他们生命改变了。这些人生命改变，以至于他们领受到祝福，但是不愿意改变生命的人，他们反而没有得着那样的祝福。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学几个功课。是第一个，最可怕的罪是什么？是拒绝上帝，并且要取代上帝。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恶念，属天圣洁的思想就进不到我们的里面。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会不会常常自己把自己当上帝一样，是我来掌管一切，而不是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一切？拒绝上帝，就是我们拒绝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我们就自己好像把自己当上帝一样。所以你愿意让上帝来管理，那么上帝才能够管理你的生命。如果你不愿意改变，那么上帝就没有办法来改变你的生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哈。好，没有不能改变的人，只有不愿意改变的人。所以如果你愿意让上帝来改变，你愿意让上帝来管理你的生命的话，我们就能够结出那个果子出来。不愿意让上帝来改变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有机会能够得着这样的恩典的机会。所以上帝给我们有机会，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那个新的生命。过去的这些的文士法利赛人，过去的犹太人，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他们如今得不到这样的祝福，而我们却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如果愿意改变生命，我们就得着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愿意被改变的人，而不是成为那个不愿意改变的、不愿意被上帝来调整跟管理的人。第二个也是我们相当需要去认识，而且是一个蛮刺激的话，就是不是你成为教会的会友就能够进天国。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知道，不是你今天受洗成为基督徒，你就拥有进入天国的门票。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他说，在天堂里你找不到卫理公会的会友，因为没有人是靠你成为卫理公会的会友得救的。唯有你的生命改变，当你愿意成为上帝的儿女，当你愿意改变，让上帝来管理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进入天国的子民。所以不是你要成为卫理公会的会友才能进天国，不是的。在天国里面没有卫理公会的会友，在天国里只有愿意被上帝来掌管的人，你愿意信上帝的人，你才能够来进入到天国的里面。所以上帝接纳各样的罪人，
但是除了不认罪的人。求上帝怜悯我们，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都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上帝接纳各样的罪人，除了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不愿意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的。第三个，我们要从今天的经文去看到，接受上帝就要结出果子来荣耀他。所以信耶稣不是只有我等着进天国的门票，不是这样，而是我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让主来的时候，我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能够把我所结出的果子来献在上帝的面前。过去有一首教会的诗歌，他是这样唱的，他说：耶稣说，为你我舍了生命，为我你愿意舍什么？耶稣因为爱为我们舍了命，而我们因为爱可以为他做些什么？有时候我们反而常常因为在爱中久了，我们反而不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爱了。我们好像那个园户一样，不再去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成为一个记得恩典的人，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他。所以很多人会问说，那我怎么结出果子荣耀他？我们在各样的事上都可以来荣耀他，包括我们在信仰上可以来荣耀他，我们关怀这个世界，关怀需要的人，关怀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包括我们持续的奔走天路，活出属基督的样式，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使命。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珍惜主给我们的机会，以致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他。最后结论的地方，我们请大家看一下，这也是我们的会主给我们的提醒：上帝永远不抛弃人，除非人先抛弃上帝。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希望上帝不要抛弃我们，我相信上帝也不会抛弃我们，除非我们自己不要上帝。很多时候骄傲让我们远离上帝，罪让我们远离上帝。除非人远离上帝，要不然上帝不会远离任何的人。上帝仍然要找回这些有罪的人，包括我们这些叫做不配的人，上帝也给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所以本来应该有恩典的人却没有领受，而不应该要有这些的却领受了恩典，这是在上帝当中给我们做了奇妙的事情。有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结出果子的那个园户一样，当主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把所结的果子交在主的面前。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看到，当我们愿意接受你，能够愿意来让你掌权、来掌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那个结果子的人。施恩来看顾我们，帮助我们不因为我们信主的年日长，而以至于我们把主你的恩典给忘记了。让我们能够常常活在恩典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也能够成为给祝福的人，让我们所结出的果子能够来荣耀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金句背诵2次马太福音21章42节。我们一起请。经上已经写着，这样人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21章42节，再一次，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马太福音21章42节。接下来圣餐礼，让我们一起放开心灵粮诗选300首，让我们一起唱第1段。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并被乃主自己为我舍离。主亲自剥着饼，主亲自递着杯，我只喝这饼杯，与主合一。
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每次要领圣餐的时候，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反省的机会。牧师代表大家来发圣餐给弟兄姐妹，并不是代表牧师比大家好，比大家圣洁，比大家更完美。各位知道，牧师常常要穿小礼服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衣服都是黑的，只有中间喉咙上这一块是白的。他其实在表达一个事情，就是我也是一个罪人，只有在讲上帝话语的时候才是白的。有人说，你是一个罪人，你怎么可以讲上帝的话？感谢上帝，有一个很好的主的仆人这样说，他说上帝的话从我们这个罪人身上出来，那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我们这个罪人还能够讲上帝的话，那是上帝极大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圣洁更好。我们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比外面的这些没有信主的人好到哪里去。别人会做的我们也会做，别人会去行的我们可能也会去行。只是上帝给我们有一颗反省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站在现在这样的位置上。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上帝的恩典。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应该或是配站在或是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白白的恩典不是我们付上什么，是上帝给我们，让我们不用付代价就得着的。愿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珍惜那个白白的恩典。当有一天那个恩典已经不再是白白的，你必须要付上代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白白的恩典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是上帝的恩典。以前我们有一位执事这样说，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表示上帝让我的家平安，我的孩子没有生病，我的长辈没有出问题，所以让我可以很平安的来到教会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感恩的人。感谢上帝给我们有平安，感谢上帝可以给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做礼拜。还有很多人忙在他的事业上，还有很多人忙在他的家庭孩子的身上，还有很多人忙在他的父母亲的身上，而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是上帝给我们的怜悯。所以让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有这样恩典的机会，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请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请大家到台前来领。如果我们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不管你是从哪个国家或是从哪个教会来，在基督里我们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教会，就是主基督的身体，属耶稣的教会。所以无论我们是背景是哪一个地方来，我们都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来领。那我们等一下会从中间的地方进来，然后我们会请我们的弟兄们在后面的地方帮大家喷上酒精，让我们的手部清洁之后，再来拿饼跟杯。拿了饼之后，沾了杯，我们就领了之后回到位置上来吃，并且领受主的恩典，也为自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再一次的悔改在神的面前，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礼，让我们心里也得洁净，再一次的来就近到主的圣桌前，领受上帝的恩典。请听圣经的话，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
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圣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尊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我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我们来念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世人赎清罪孽，他又设立圣餐之礼，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领受主所赐这饼和酒，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阿们。接下来我们要分饼杯，所以我们请我们的服侍同工，请我们到台前来。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主的身体与宝血。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预备好，请我们就近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饼杯。愿主祝福我们，让我们透过领受饼杯，我们与主有份，
领受他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去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让我们能够透过他的恩典，我们如今也成为承受产业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蒙福承受产业的人，来就近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领受完了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让我们能够在位置上面为自己祷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怜悯中，我们再次看见主的恩典，而不是成为一个看不见的、不愿意领受、拒绝上帝恩典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领受恩典的人。从今以后，我们生命改变，成为愿意改变的人，让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我们共用一个饼，共饮一个杯，表达我们是属主的人。在基督里，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比谁大比谁高。在基督里，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我们成为领受产业的。感谢上帝给我们来领受他的福分跟恩典。我们这不配的罪人，现在仍然可以领受他。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领受完之后，我们就回到位置上坐下来，让我们可以安静的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不配的罪人，还能够给上帝这样的怜悯。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蒙恩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救恩。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还有没有还没领到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领到，请你举手，我们就会递过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不能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的祝福。愿上帝赐你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你们心怀意念，永远信服、敬爱上帝和上帝的圣子，我主耶稣基督。又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常在你们众人中间。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与主合一》第2段。
因此不再受罪辖制，想追我乃已死，却想烛火。我与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耶稣自己，荣耀主名。我们请司宪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让我们学习如何更谦卑，求主让我在我们心中做守卫，掌王权，教导我们该如何做才是你喜悦的，让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让我们生命更新。谢谢主，现在我们献上一点微薄金钱为主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位新的朋友，李胜雄先生。你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让我们一起拱手问安。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受我的生命。
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好，请坐。接下来，教会消息。请问大家知道为什么中秋节要烤肉吗？因为烤肉之后，就像是经历过一场信任之旅一样。试想那个昨天在停车场这么昏暗的灯光，如果你愿意吃那个人的烤肉的话，代表说你对这个人很信任，所以我们感情会越来越好。我们很感谢昨天所有社青来协助的弟兄姐妹，然后呢，昨天很成功，然后也有新朋友参加，愿他们能够继续来认识教会。那也希望明年可以办得更盛大啊。那接下来我们教会消息第一项，今日为圣灵降临后第18主日，欢迎第一次参加聚会的及线上的新朋友，愿主赐福给你。第二，主日后12点半在201教室召开10月份的小组长阁及执事会议，请大家要准时参加。第三点，主日后11点半在601教室有洗礼前的早秋班，如果愿意在圣诞节受洗及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来参加来上课。第四点，10月9号、11号又是3天连假，那祝大家假日愉快，出入平安。第五点，为预备将开的这个红本门徒课程，牧师于每周3晚上7点半到9点于1楼上新旧约的圣经纵览课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六点，下周四晚上这个7点半到9点的查经祷告会，查考彼得前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必为教会的各样事工守望祷告。下一季的主日轮值服事表已经张贴在布告栏了，欢迎大家下载或者是记下自己的服事日期。第8点，本堂10月7号星期3起将举办社区的银发族赞美操活动，年龄不拘，欢迎每个人参加，收费600元，欢迎邀约这个家中长辈、邻舍或是想要运动瘦身的人一起来参加。第9点，为制服艺人秋季班祷告，那参加人次是目前是249人，请问课程的顺利来代祷。第10点，本堂会预计加印敬拜赞美诗集目前可以播出10本给弟兄姐妹购买，有意愿的话请洽办公室。第11点，教会主日学需要师资，麻烦就是如果有意愿要参加师资培训及教学的，麻烦这个洽宝华校长来报名参加。那主日学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那如果大家有愿意参加就可以让每位教师的负担就更加的减轻，希望大家踊跃报名。12点，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在本堂开课，欢迎弟兄姐妹以及信徒神学课程，麻烦请为本堂就读者关心祷告。好，再来肢体消息，麻烦大家持续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继续代祷。以上，我们来请起立唱3-1颂。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共存，万有之源。
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活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出属基督的样式，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荣耀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殿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